小林子，喝碗凉茶休息一下吧。找不到剑谱，我寝食难安。老宅这么大，你也不必急于一时。这几日，我将老宅翻了个遍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只怕根本就没有剑谱，那就白忙一场了。林老伯既然有遗言留给你，应该不会有假。令狐冲不是福州人，根本就不知道向阳巷这个地方，更不知道我林家老宅在此。遗言肯定是真的，或许老宅的这本才是真迹，令狐冲从镖局拿走的才是副本。有可能。自从我们进了福州城，魔教就再没有动静了。也不知道这些天他们在搞什么鬼。是啊，越是这样，越要严加防范，以免敌人钻了空子。魔教此时此刻不动手，那是因为辟邪剑谱还没有露面。岳掌门啊，难道你华山派私自藏了剑谱，不愿意与我们分享了？虞姬子师叔，你此言差矣了。辟邪剑谱乃是我的爱徒平之，他的家传武学，华山派没有权利做主。我四派奉左掌门之命，来到福州与魔教对抗，目的就是为了要保住辟邪剑谱。他林平之若是识大体，早就应该把剑谱献出来。平之还未找到剑谱，道长是否心急了一些？师叔啊，依我看，辟邪剑谱之事，还是等其他3位掌门到齐了再议不迟。来，给我吧。这怎么样？还痛吗？你放这儿吧。忍一下，忍一下。这个放这儿。来，把这搭好。好。来，搭把手，往这边点。手上有伤，小心点啊。没事儿。来，我这边来。两位师姐，你没有看到吴大将军吗？他为了避嫌，不肯跟我们待在一起。这位将军虽然表面看起来粗鲁，其实却是位谦谦君子。我看他呀，根本不是什么将军，应该是哪位江湖侠士假扮的。哦，有道理。他如此作为，必有苦衷，咱们也不必戳破。师兄，这次还真不是你兄弟我的事儿，这次是任大小姐的事儿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不知道圣姑有何吩咐？哎，任大小姐啊，现在被囚禁在少林寺了。我和桃谷四仙分别联络各路英豪，你懂吧？就为了脱困。这些个和尚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你说，咱们曾经都受过神教恩惠，现在任大小姐有难，别说她区区一个少林寺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咱也要闯上一闯。那是。何时动手？下月15号。
各路英豪在君山会师。好。吴将军，空腹喝酒会伤身的。哎，小师傅，你不知道，本将军驰骋沙场这么多年，几天几夜不吃饭都没事儿，一天不喝酒浑身没劲儿，就是我的灵丹妙药。我跟你说，总坐着也不行。我得起来活动活动。哎，我这个腰啊。小师傅。我爹每年只到衡山来看我1、2次，其他时间都在外面找我娘。找你娘？
好，各位师兄，陆师弟，怎么今日才到啊？哎，坐。是不是遇到了魔教中人了？何止是魔教中人，我们遇到了大魔头人我行。哦，这个魔头已经销声匿迹10几载，怎么着？他又重出江湖了？当年左师兄的寒冰掌将人我行打入山崖，原以为必死无疑。陆师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快细细道来。哎，哎呀，把你们送到了啊！我得赶着上任去了。吴大将军啊，你要走了吗？哎呀，日后有缘还会再见的。将军相助之恩，衡山派上下感激不尽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？顺路嘛，对不对？走了啊。慢一点啊。没事。我和众位师弟拼死才冲出，定境事态恐怕凶多吉少。这魔教中人有一个东方不败就已经很难对付了，现在居然人我行又重出江湖，看来这武林之中一定又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呀！不是贫道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如若是他二人联手，试问我正派武林之中，谁人与之匹敌？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，自是不必说。人我行蛰伏10余载，恐怕他的武功今非昔比。宁女侠说得好啊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各派联合起来，共同修习辟邪剑谱，才能与之对敌呀。玉姬子前辈说的甚是，我看此事还是跟林师侄先商议一下为好。衡山派的人进了庙里，哼！咱们等到天黑再动手。盯紧点儿。七位跟了一路了，非要赶尽杀绝啊！你怎么会老教主的吸星大法？定境师太是你们杀的吧？定境老尼死了。自从他被嵩山派救走之后，我们再也没见过他呀。
是啊，是啊。那你们为何对衡山派阴魂不散啊？我们是奉贾长老之命，在这狙击衡山派，阻止五岳剑派到福州会合的。任教主已经重出江湖，你们回去告诉贾长老，让所有在外的教中弟子立刻返回黑木崖迎接。老教主还活着。可是东方少使命我们去福州夺取辟邪剑谱啊！你们心中只有东方少使，没有任教主吗？小人不敢，不敢。敢问这位英雄，你也是教中之人吗？怎么？觉得我的吸星大法是假的？要不要来试试滋味？哎，这位将军会吸星大法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自然是老教主的徒弟。是。这位将军，那我就回去禀报贾长老。去吧。林世子，现在情况已经十分危急，希望你摒弃门户之见，将剑谱拿出，与各派共享。陆师伯，辟邪剑谱被令狐冲夺去，老宅中是否藏有副本，尚未可知。若老宅中没有剑谱，正邪齐聚于此，岂不是个笑话？晚辈对天发誓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这几日，我快把老宅翻了个遍，可是什么都没找到。看来，林师侄不把我们武林正道的兴衰放在心里啊。平之啊，几位师叔伯只想让你表个态。若是真能够找到剑谱，你是否愿意把它拿出来与大家共享研习啊？徒儿既已拜入华山派，一切全凭师父做主。如今道消魔长，如果不能够抑制魔教，那么必然会导致生灵惨遭涂炭。我华山派乃武林正道之一份子，应当倾尽全力维护正义。好，岳掌门深明大义，不愧君子剑之名。撤！前2日，衡山派2个老尼姑带着一帮徒弟路过鄱阳湖，老哥我想干他一票，没想到却被别人给抢了先。衡山派，那是什么人动的手？一群蒙面人，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夷陵的小师傅？这我哪知道？
衡山派，乖乖投降，随我回黑木崖听候发落。我呸！魔教贼子，给我拿命来！上！师妹，不可冲动。师太莫慌，不可不见来也。你是何人？弟子是夷陵小师傅的徒弟，不戒大师是我太师傅。又多来一个送死的，给我杀！师太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师妹，天上不绝，往那边撤，快撤！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师太，快走！哎呦，军爷，军爷您里边请。军爷，您要吃点什么？好酒好菜，尽管上。得嘞。小林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爹死也不肯交出剑谱，却被师傅简简单单一句话给送出去了。我爹是一派掌门，他不得不为大局考虑。什么大局？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爹也觊觎辟邪剑谱了？你林家的剑法未必敌得过华山的紫霞神功，谁稀罕呢？我心中烦恼，一时失言。你别走。军爷，您的酒。剑谱还没找到，你想那么多也是自寻烦恼。我真是没用，报不了仇，还任凭他人摆布。你别这样，就算没有剑谱，我求爹传你紫霞神功，一样可以报仇的。紫霞神功不轻易传于弟子，我入门又最晚，就算是师父肯教，其他师兄弟也会说我别有用心。什么别有用心？说我和你在一起是虚情假意，为了紫霞神功，我才讨好你。旁人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的就行了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不过我还是想以家传剑法手刃仇人，这才算替爹娘出了一口恶气。下次我见到大师兄，我求他把剑谱还给你。他剑法那么高，
留着也没用了。你还叫他大师兄？这个偷东西的小贼，日后我定要跟他算个清楚。那我回去帮你一起找。找这个，我们走吧。菜来喽！当年黑木镇被攻破，我和小妹就隐居在此。这个香荷包会不会里面有东西？黑木令牌？你要将此物交给人我行吗？黑木令牌和葵花宝典是本教圣物，理应交给教主保管。黑木令牌和其中的葵花残卷都是五毒教之物，师父生前千叮万嘱，让我好生保管，不能落入歹人之手。之前我是信得过你，觉得你自然会成为神教教主，才会将它交给你。现在既然来了一个人我行，等你练完神功，我要将此物收回。既然你要将它收回，我也不好意思再练了。爱练不练，不练拉倒。敌人已经被我引开了，不过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这儿。咱们就守在这里，传书给吴向安，让定境师姐前来救援。本安阳有信鸽，随我来。先休息吧。五岳剑派都在这儿，现在进去难免生出麻烦。这边。
整个老宅，就只有这间佛堂没有被搜过了。我帮你一起找。都是普通的纸。怎么会这样？林家列祖列宗，能不能告诉我，剑谱究竟在何处？究竟在哪儿？这祖传之物究竟在何处？小林子，你看。辟邪剑谱，珊儿，我们找到辟邪剑谱了！太好了！辟邪剑谱，真的是辟邪剑谱。我们解决了他们两个。把辟邪剑谱留下，饶你们不死。怎么又是你？师兄，你先撤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沙师弟，阁下是谁？他就是魔教教主任我行。
为何再次行凶？我去！善儿，怎么了？娘，师娘，避邪剑谱。小林子，大师兄，师娘，冲儿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你听我解释。这下你该无话可说了吧？还我剑谱！住手！我还以为是哪个魔教高手到此，原来是令狐大侠呀！师父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事情经过，我会给您二老解释清楚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嵩山派的人不怀好意，师父师娘要小心啊。杀天将，抢夺剑谱还说得过去，可为何要杀定境师太？哼，你倒是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。弟子绝无半句虚言，我不敢欺骗师父。谁是你师父？你我早已经脱去了师徒的名分。我知道我犯了不少错，愿领师父重罚。只是驱逐门墙，还请师父收回成命。放肆！我当初真是有眼无珠，居然收你为徒。如今你做出如此可耻之行为，
真是令我岳某愧对天下英雄豪杰。冲儿，你若问心无愧，为何要乔装改扮，潜伏在佛堂之上，直到平儿和善儿找到剑谱，你才出现呢？我其他的错事我尚可原谅，但是你投身魔教，为虎作伥，你的行为简直比刘正风还可恶，1000倍万倍，天理难容。弟子从未加入过魔教，还请师父明察。岂有此理！你的吸星大法是哪里来的？你和那个小妖女，你们狼狈为奸，又是假的吗？冲儿，我一直视你如亲生骨肉，可事到如今，师娘无能，再也没有法子庇护你周全了。你身兼辟邪剑法和吸星大法，日后危害江湖，不知道会有多少英雄好汉要死在你的手里。今天，岳某要为武林除害。我爹娘自会为你主持公道，你不用担心。可能是我想太多了，但总觉得，无论令狐冲做什么，师父师娘都会网开一面。师父，您的手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师父师娘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令狐冲呢？这个小子出手偷袭，已经逃了。小林子，站住！没规没矩的，有的去。买篮子嘞！
子来，便宜来！看看来，萝卜，老板，你看看啊。小子，往哪里逃？识相的话，就乖乖的交出辟邪剑谱。那我交出辟邪剑谱，你们就能放我走了？一言为定。好。定静师太。呀！呀！我。城内搜了个遍，也没发现令狐冲的踪影，恐怕早已逃出福州城。岳掌门，令狐冲在你夫妻二人手中轻易逃脱，恐怕是另有隐情吧？岳掌门，恐怕你和那令狐冲有什么交易吧？二位，你们不必妄加猜测，是我一时心软，放走了冲儿，与外子无关。宁女侠，你把诸位都当成3岁的小孩了吗？虞姬子师叔，你难道是怀疑我们华山派得了剑谱？哼，好，你搜上一搜。好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那我真要搜上一搜。师叔，不得无礼！怎么到了此时，你还在帮着外人？不得无礼！你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哼，在我下山之前，左盟主曾吩咐，无论剑谱拿到与否，都请诸位到嵩山派一行，有要事相商。此事却是因华山派而起，才导致4月损兵折将。不过各位放心，到了嵩山，岳某定会给各位一个交代。令狐师兄，令狐师兄，师父他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咱们接到飞鸽传书，师父和掌门师叔等人被魔教围攻，被困在浙南水月庵中。衡山派，胳膊肘往外拐吗？令狐师兄对衡山派有恩，绝不允许旁人对他不利。害死定静师太的是嵩山派的杀天将。师伯是你们害死的！你们衡山派偏帮魔教妖人，此事我定会禀明左盟主。咱们走。别追了，救师父他们要紧。有令狐吴大将军在此，足以抵得过其他3派援军了。你们都知道了？我召集师父，
一时口快就……还请令狐师兄出手相助。是啊。事不宜迟，动身吧。林师弟，林师弟，林师弟，林师弟。我发现林师弟的时候，他已经中箭，但并未发现行凶之人。还会有谁？小林子孤身去追令狐冲，定是他下的毒手。珊儿，珊儿，珊儿，大夫，小徒怎么样了？公子天赋异禀，心脏长偏了几分，常见并未刺中要害，性命无碍。好，多谢。小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二位师姐，别伤他。令狐冲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小师妹，你抢走辟邪剑谱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杀小林子？林师弟他死了，现在还没死，可谁知能不能醒过来？
蓝凤凰不肯交出黑木令和另一半葵花宝典，是吗？她是你的妻子，你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教主，我和蓝姑娘有名无实，并未真实成婚，千万不可当真。是吗？我看她对你倒是有情有义呀。此事千真万确，东方怎敢欺瞒教主？黑木令和宝典，终归是神教之物，放在五毒教，总是不妥吧？蓝姑娘性子刚烈，又对神教有大功，教主若是用强，怕是会折损教主威名。老夫又没说要对她怎么样，别担心。这个小丫头，我自然有办法降服。不办，跪下。葵花宝典，乃神教的护教神功。本座今日把它正式传给你。多谢教主。起来吧，没有外人就不必拘礼了。教主当年为何不练葵花宝典？葵花宝典的功夫过于阴柔了，而吸星大法呢，霸道无比，正合老夫的性子。若是未得到辟邪剑谱，妄练葵花宝典的话，功力无法自守，还会自伤。原来如此。好好练功，神教未来能否发扬光大，就指望你了。教主谬赞了。令狐兄弟剑法高超，又和莹莹……令狐冲是出身五岳，即使他跟莹莹成婚了，教主之位我也不会传给他。本教之中，若论武功才干，谁又及得上你呢？东方定不负教主厚望。令狐师兄，这是本门兵器。水月庵被敌人攻破了，师太他们应该退到山里了。跟我走，走走。丁贤，快点出来！不出来都给你们烧死！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快出来！再这么下去，大家都会被呛死，不如出去跟他们拼了！就算是死，我们也要拉几个魔教贼子来垫背。